小樹窿傾下偈，考完試唔代表一切都完了。有冇試過考完一份試，發現自己做錯好多題目啊？然後就覺得完啦，我唔得啦，我一定會考得唔好噶。小朋友，其實你千祈唔好咁快放棄啊！考試咧只係你學習過程嘅其中一部分，佢唔係代表你全部嘅能力。有啲人咧係閱讀得快，有啲人表達叻，有啲人喐手嘅能力可以好強。而考試咧只係測試嘅其中一小一小嘅部分。考得唔好唔等於失敗㗎，反而係一個機會，等你揾出你未掌握好嘅地方，下次做得更好。而考完試咧，記得睇翻份卷，睇翻錯咗喺邊度，改正佢，學習咧就會更加踏實㗎啦。你嘅努力，你嘅堅持，你一次又一次嘅進步，先係你最值得自豪嘅地方啦。記住，考試結束只係你另一段旅程嘅開始咋。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78899按2，又或者 YouTube 搜尋小小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